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你哋返嚟 Beacus 嘅頻道。大家有冇諗住2025年去韓國玩啊？如果有嘅話，一定要睇下呢一個2025年最新嘅入境規定。如果要去韓國嘅話，而家唔需要再好似以前咁填呢一張入境卡，取而代之就係上網申請 E-Arrival 卡。咁 Arrival 卡係咩嚟嘅呢？唔使驚，等我一步一步咁教大家申請啦。睇完條片，你就可以輕鬆快速咁入境㗎啦。如果想申請入境韓國嘅話，申請所需嘅資料文件如下：一、旅遊證件，記住旅遊證件有6個月以上嘅有效期喎。第二，航班資料。第三，酒店同住宿嘅資料。首先第一步呢，就要去呢一個網頁網址，我同時都放喺 description 下面。去到呢個網頁 language 嗰邊揀返中文，跟住中間有一個叫電子入境申報嘅藍色格仔，申報有2個格仔嘅。第一個全部同意下面收集你個人嘅資料選項都要剔埋佢。另外下面有2個格仔都要填埋嘅。咁4個格仔剔晒之後，填返自己嘅 email。記住下面就要確認多一次㗎喎。咁之後就確認完之後就會彈咗去呢一頁，就會叫你上傳你嘅 passport， 有個上傳文件嘅掣。撳一下拍攝照片，佢就會開咗你個手提電話或者你 iPad 嘅鏡頭。你將個 passport 有你資料同雙個頁擺翻喺鏡頭面前，跟住佢就認翻晒你 passport 啲資料㗎啦。我自己個人就唔會用相機影，因為會有幾多錯。有時0字佢會認咗做8字，所以我會撳翻右上角嘅交叉掣，用自己人手填寫。首先要填寫姓氏同名。例如陳大文，出生日期1979年1月1日，性別護照號就入返自己嘅 passport 號碼，國家嘅話就揀返香港，護照到期日呢就睇返自己嘅 passport， 填返自己嘅 passport 到期日。下面入境信息嗰度，我諗大部分人都係搭飛機去韓國㗎啦，所以喺入境手段嗰度揀返 Air。就係飛機咁解啦，跟住預計入境日呢，我就填翻返入境日期，都提翻大家申請呢一個 E-Arrival 卡呢，係要去韓國3日前申請嘅。即係話假設你4號去嘅話呢，你1號先可以申請㗎。而航班名稱，首先揀翻你間航空公司，例如國泰航空就揀 CX， 之後填翻航班編號，出發地就係揀翻香港。咁離境嘅資料你都要填返嘅喎，譬如你4月2號走就喺預計出境日度填返4月2號，跟住出境手段都係一樣，填返 Air， 仲帶要填離境嘅時候坐嘅航空公司同埋航班編號，咁去邊一個地方？當然去返香港。入境嘅目的通常都係會揀旅遊㗎啦，跟住呢，就係留喺韓國嘅地址，呢度有少少麻煩啦。我而家假設我住喺呢一個天空花園呢間酒店，我將個酒店地址 copy 落嚟，咁我 paste 翻上去，咁你就會見到有一堆嘅 zip code， 咁你揀翻一個就得㗎啦。但呢度都提下大家嗰個查詢地址嗰度，如果有中文字咧係唔會揾到嘅，所以咧最好就揾翻淨係英文同埋數字嘅地址擺翻落去。填完之後，最後填翻職業。我自己就係一個窮嘅人，一個上班族。填好晒之後提交，都對多次啲資料有冇錯。如果係冇錯嘅話，提交 M 下確認，咁就已經申請完畢㗎啦。最後檢查晒你所有嘅資料，如果有錯嘅，記住 M 修改；如果啱嘅話呢，就可以睇返你呢一張 Arrival 卡。最底嗰度呢，可以下載返個 PDF 嘅。
咁如果想幫屋企人申請嘅話，又點申請呢？呢一度入翻頭先個人申請嗰度，咁填翻 email， 撳交叉出翻去先，見到中間右手邊有個叫添加申請人，咁1號咧就代表你自己。譬如你成家人佢有3個嘅，加埋自己有4個，咁你就要加翻3個落去。咁1號咧就係你自己填翻晒你自己個人嘅資料，而2、3、4號咧填翻你嘅家人嘅資料，都係要填姓名啊、出生日期啊、passport 號碼、性別、住邊度等等，呢啲全部都要填㗎。咁填好晒基本資料之後，仲有要填翻晒航班嘅資料、住喺邊度等等，同之前一模一樣咁填晒就 OK 㗎啦。希望今日呢個教可以幫到準備去韓國嘅朋友仔，令佢哋知道點樣可以申請到呢個 Arrival Card 啊。可以嘅話都 subscribe 下我個 channel，like 下我條片。咁我哋下一次再見，拜拜。